对刚毕业的少年人来讲，进入工课场的前半年是决定要行对一道的重要时期。根据这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6月毕业生到即阵是已经有挖近50%换过头路。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薪水无满意。也若是对头家角度来看，超过50%的企业是较介意有实习经验的，安尼就会较紧接手。这些拍车人动作技巧，因为受教育学程，明年初才为舞蹈系毕业的林先生，伫舞蹈教室做代课老师，搁做领演增加收入。因为练舞了后，2年的经验得到心得，因为做兵退伍了后，做整骨整合的头路是袂歹选择。我想去学整复、推拿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个工作，因为我发现在从小。不管跳舞也好，甚至很多台湾现在很热门的运动也好，受到很多的身体的伤害。国立大学毕业的抓抓，是为大学2年开始就拍拼参加电影产业的实习机会，充实家己。也因为伫这过程，可以找到一份做科技公司行销的头路，有4万以上的起薪。他给我的薪水大概落在4万5到5万之间，所以我个人是蛮满意的。然后他们也有跟我说，是因为基于我过去的经验，所以他们愿意给我好的薪水。人力银行调查发现，今年毕业的社会新人，将近50%已经换过头路，各有3成是换第3份头路。伊不满薪水上主要原因，平均起薪是31650块，这是甲新人噩梦摕到的将近3万9有真大落差。第一份头路以资讯科技业、餐饮大小业为主。寻求学长姐的经验或者是意见是非常好的一个协助，可能要了解这个职务它的职能自己是否符合，然后过往的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经历可以凸显自己的优点，那这些放在履历或者是面试的时候拿出来用都是加分的选项。调查发现，超过50%被受访企业特别介意有实习经验的求职的人，因为因较紧记者工作需求、熟悉职场文化、较有实作能力。建议伫学校的人透过实习这机会自我认知，这伫竞争激烈的求职市场当中，真紧就能找到头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